我就是天选之人。在天宫，大家生而平等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英雄了吧？终于找到你了，苏墨婷。王小宝。我们是害虫，我们是害虫，我们是害虫。正义的苏墨婷，正义的苏墨婷。醒了，醒了就下来吧。这里是我的城市，地下芙蓉。地下。20多年前，神族和妖族带着他们的战争突然出现在人界，幸存的人类都躲到了地下，靠着战场的残骸度日。20多年，为什么打呀？为了得到你，天选之人苏墨婷。我？但你不是苏墨婷，对吧？你的眼睛和他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就是苏墨婷，但可能、大概、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苏墨婷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你也能使用力量光环。相传，一共有10个光环，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平行宇宙中，每个光环都有不同的能量，只有天选之人才能控制。虽然光环散落在各个，又开始讲设定了，好懒得听了。世界观搞这么大的吗？亏我之前还想帮天劫守护这里的和平呢，是我唐突了。我们这个世界的光环，能让你拥有巨大的力量，力大无穷是吧？接下来就轮到千里眼顺风耳喽，然后是刀枪不入、喷火、吐水，是不是还有一个光环能让我隐身哦？不对，10个光环多了3个。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会被告的话呀？光环能给你什么样的能量，取决于你所处的平行宇宙是什么样的世界。有的能让你一进宫就被皇帝看上，和皇后结仇，大清早亡了。有的能让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发生命案。那根本就不是光环，而是诅咒吧？光环的能量只是一个机会，要怎么做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成为英雄，不就是诅咒吗？尤其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。他可是天选之人，能控制光环之力。不，是光环在控制他。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只有像预言里说的那样，结束这战争，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，你才可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我？世界和平？别闹！我何德何能啊！真的假的？想打开虫洞，必须结合人、神、妖3界的力量。想想别的办法喽，整点黑科技什么的。
科技。拉闸停电，小心火烛。拉闸停电，小心火烛。战争不仅让人类失去了大地，也让文明快速倒退。哪还有科技？刚开始，各地的地下城之间还有联络，渐渐的，许多城市音信全无，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离开。还记得世界原本模样的人越来越少。现在的孩子觉得人类原本就是活在地下，他们从未在阳光下奔跑，也不再追逐光明。可是，婷姐能穿越，她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见过那两个家伙吧？天机星和地魁星，他们三个一起，一个人，一个神，一个妖，刚好结合了三界的力量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谁在那儿？你别闹啊！我可是神仙，神仙！啊，看来是我多心了，对吧？妖怪啊！妖怪啊！妖怪啊！小孩儿，你好呀！神仙！妖怪！你们是谁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天机星，玄武个头是不是又到了？不好吗？这样胜算更大。报，部队已经集结完成了。大哥，将军，下令吧。神族虽然霸占了天尊，但预言从未说过谁输谁赢。出发，去打败天选之人，抢回天尊，和平必将由我们妖族实现。告诉玄武，遁地前行，给我们的敌人一个惊喜。天机星，地魁星，没有你们我什么都做不成，我回不去了，陆小黑我都还没追完呢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神族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别慌，跟我来。一定就在这里，信号越来越强了。天选之人的体质能让你使用光环之力，这股力量也能被神族追踪到。过去，为了躲避天神的追捕，苏墨庭曾尝试暂时将自己封印。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有用的，神族的追踪系统失效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害怕，
如果你想躲过神族的追捕，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。我躲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搜，给我好好的搜，就算把这里烧光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住手！你们要找的人是我。看来他和你还是挺像的。你过来呀！破碎的、黑洞彷徨的，始终红色的天空，谁能梦？冲动的英雄，从容的进攻，我习惯长虹绝不松。玩世不恭的人都在下蛊，贪婪的赌徒都误入歧途，躺平就看不见前面的路，去追光都别怕输。一遍一遍跳跃这时间，反反复复看不见终点，哪怕失败，哪怕改变，全都是历练，剩傻瓜再重来一遍。我站在这里，错了也没关系，还没有放弃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不需要定义，拿出勇气冲破这天地，只要存在，全部都有意义。我就在这里，不用伪装自己，熟悉的笔记早已不再犹豫，我不会忘记那些独一无二的声音，太阳升起到更远的风景，再和他们一起。那不是英雄，是你们的傀儡。你太弱了。糟了，越来越近了。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所以我带了朋友。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莫担心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